香港摔角手何浩麟因為喺電視上面睇過摔角比賽，跟住就愛上咗呢樣運動啦。摔角呢個行業咧，我就從事咗好多年㗎啦，即係我從來都唔會用玩呢個字嘅，因為咧玩摔角咧就即係代表你未將呢樣嘢當作係一個自己嘅事啊嘛。即係我好認真咁樣練摔角咧，就係大約係2007年開始嘅，咁啊10年前啦。真係去參加一啲摔角比賽咧，就2009年開始，打下就搞到而家呢個地步啦。啲人成日話摔角比賽好假，覺得佢哋喺台上面只係演戲，唔可以算係運動。不過何浩麟話，摔角根本唔係一個單純嘅體育運動，而係集娛樂、表現、運動於一身。摔角手同摔角手打之前咧，我哋會知道個結果係啲咩嘅。即係好多人亦都覺得，因為呢一個性質咧，覺得摔角係假而唔好睇。其實假咧，只係個過程嘅本身咯。即係如果你有睇過你啲訓練咧，你又會知道其實我哋有好多招啊，都係拳拳到肉啊咁樣嘅。日日都有啲人問：咦，呢啲你哋到底係真係打定假係打咧？咁我會同你哋講，我哋係真係打嘅。但係即係點解好多人話係假咧？因為我哋摔角咧嗰個表演性質係非常之強嘅。有好多嘢咧，其實真係我都承認唔係好符合邏輯嘅。例如上咗三繩，你係冇需要咁樣前空翻搭落嚟。但係我哋要尊重嘅就係摔角係一種表演賽嘅呢一個特點咯。即係嗰個人真係轉3個圈落嚟噶嘛，佢唔係吊住威亞，所以我哋唔可以用假呢樣嘢去形容，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你可以一陣間試下企上三繩，你試一試嗰個 feel 係呢啲全部都係拳拳到肉嘅真功夫咯。可以話俾你聽，呢啲係表演賽。但係每一拳、每一腳、每一個 shot 都係真嘅。多謝大家今日咁遠，我相信在座好多朋友都係第一次嚟睇摔角大賽嘅，係咪？我個名叫何浩麟，我認為摔角係全世界最精彩嘅一種嘅運動娛樂表演，亦都係一種非常之獨特嘅運動娛樂表演。由今日開始，呢一個摔角文化嘅歷史，我哋點樣去推廣？今日就係歷史性嘅一日，而我哋就係見證呢一個歷史誕生嘅見證人。多謝大家！我覺得我哋香港摔角咧係一個奇蹟嚟嘅，因為我哋係心中有台，個台喺個心入邊。我哋記得嗰陣2007年，我哋起咗個擂台之後咧，我哋做咗2年就執咗啦。咁之後咧，我哋一路用住柔道場咁樣嚟訓練嘅。咁你都知柔道場係唔會好似呢度咁樣有晒啲繩啊、繩啊咁，同埋個台咧係冇呢度咁安全嘅。咁嗰陣其實好危險，但係因為我哋心中有台，所以我哋亦都好相信香港嘅摔角咧係好得嘅。咁我哋慢慢咁樣去咗唔同嘅地方比賽咧，出到去亦都有冇人笑喎。咁變咗我哋一路打下就開始唔同嘅摔角手就接到啲日本啊、歐洲啊，甚至美國啊咁樣嘅邀請。咁就依家變咗我哋香港有10零個摔角手咧，每一個都有一個一定嘅級數，可以去到外國打摔角，而唔會俾人笑咁樣翻嚟咯。有啲人話喺香港做運動員、搞運動、搞體育冇前途，同時亦都有人話喺香港搞藝術根本揾唔到飯食。而作為摔角手嘅佢，又係運動員，又係表演藝術者，到底佢點解要咁堅持搞摔角運動呢？好多人，我哋啱啱開始做摔角嘅時候咧，覺得你唔得㗎啦，你唔好搞摔角咁多古靈精怪嘢啦。咁當中亦都有好多嚟香港係嚟港摔學摔角嘅人咧。的確係因為事業，即係因為佢嘅正職而要放棄摔角嘅。咁但係亦都非常之 happy 嘅就係有好幾個就係可以為咗摔角而唔去做佢嘅全職，然之後過咗幾年之後，摔角成為咗佢嘅全職。
其實喺我美國8月份翻嚟嘅時候咧，我自己俾自己同埋俾香港摔角咧有一個計劃嘅，呢個計劃叫做亞洲摔角革命。過去嗰8年咧，我哋將香港嘅摔角咧就帶到去一個世界嘅水平。我哋喺日本攞過世界冠軍，香港摔角手喺美國嘅 WWE 出過場，美國嘅 WWE 有香港嘅區旗喺嗰個斜角嗰度出現過。我覺得已經將香港摔角帶到去世界水平。呢一個任務咧，我哋用咗8年去完成。未來呢8年亞洲摔角革命咧，我哋就希望將摔角變成亞洲嘅一種主流運動。因為依家摔角喺例如香港、喺澳門、喺新加坡、越南種種嘅亞洲地方咧，都係一種比較新興嘅運動咯。咁我希望用未來嘅8年，唔好話即係訓唔訓練到一啲摔角手，起碼摔角手可以用摔角呢一樣係佢哋最愛嘅嘢嚟到作為佢哋嘅即係職業，佢哋嘅事業，亦都將摔角呢樣嘢帶到去一個主流，即係唔止係 NBA， 唔止係籃球、足球，摔角未來8年呢一個係我嘅目標。